呢度一比。如果呢一隻當係咁樣啦，呢一隻係咁樣嘅，呢度比嘅時候，如果呢度唔喐，你試下呢度。我覺得因為咧阿 Sam 攞波咧，一定係一大堆人壓落去。如果你永遠都係等阿 Sam 望你先喐咧，或者望你先識得知道要喐嘅，世界呢個第一。第二樣嘢，我覺得俾完落去之後，阿 Sam kick 翻出嚟嗰啲波，我覺得你哋唔係好 ready 去射波。你想打 inside out 啊嘛 ，inside out 啊嘛 ，inside out 啊嘛。咁你 inside 得個波一出翻嚟，有冇唔打？我覺得阿 Sam 出完啲波出嚟咧，你哋第一個話俾我聽，你哋個 choice 係咩咧？揾人教。咁你不斷咁揾人教為，你教波唔係為咗教波啊嘛，你教波係為咗波先係嘅。另外咧，頭先記唔記得13-10啦，到最後啊，聽咗3分啦。喂，你哋同第一個 game 一樣，不斷咁 turnover，都係輸3分，即係話嗰個傳接球嗰個質素真係個隊友向前跑緊，你冇落去交後。即係如果你話哇阿 Sir，我得後邊嗰度可以交，你唔交個波仲喺邊啊？仲喺你嘅手度啊！仲喺你嘅手度啊嘛。好啦，但係如果你要交俾一個跑緊嘅隊友嘅時候咧，應該要交俾你前跑。係啦，我見嘅啲波咧，接波個隊友咧係有底子嘅，佢唔係冇底子嘅，不過我哋交喺佢個界去。OK， 注意上，唔轉，好去。點解要？皮波，一個人出晒。白色卡俾完阿 Sam 過屋企。防守出多啦，阿三好勁啊！阿三防守出聲啊！
緊科嘅球，你走埋去再撞啊！特登喺嗰邊打 two man game 做3分定2分啊？轉頭講啦， 3分。你當個 space 停咗太耐啊個波。追波停，追翻先。走波啦，冇得球啦，停波，你 pressure 啦，走，呢度啊，俾波 pressure 啦。嗰邊 Visa， ball you man， 唉，終於打咗一球 ，mismatch 啊！打咗咁耐，終於揾到 mismatch 打啦。阿希老練啊呢下，哇！阿希呢球有。